咱人食老若食准，讲食到120岁，还阁会当趴趴走，这才是上界幸福的。讲到这老大人年岁一个大骨头，若准含烧，金肉量减少，就会增加这跋倒风险。嘉义县伫社区针对老大人有开营养班，会定期体检老大人的身体，搁再安排这运动加食食的课程，要互大家老大人会当食饱治。社区的老大人配合教练的指示来使用重量的训练设备，为了要减少老人因为肌少症甲骨伤产生的意外，嘉义县专门替老人开办课程，唔但教因运动训练，搁甲食食营养。感觉加较轻松，较袂较忝，嘛较有力，心情嘛较好。来的对象拢是一寡骨质疏松吼，甲咱的肌少症的一寡民众吼，咱透过这个大的重量吼，来去刺激因的迄个神经，咱的肌肉，甲咱的骨骼，互伊较勇行。骨质疏松甲肌少症会互适大平常的生活甲活动增加风险。嘉义县去年的骨质甲筋肉体检当中，就发现有8000多人可能有这款风险，所以伫16个乡镇市卫生所举办课程，或是大培养自我保健的观念。骨松的一个筛检以后，我们总共筛了1万多人哈。那但是有高风险的个案还是有达到8000多人。那我们有一些转介是医院，那有一些当然就卫生所来收案。因就是拢一个人大，还是讲2个人咧煮嘛，较无好煮，要款食嘛无好款。因可能就简单食一寡配的物件，就是一寡酱料、罐头类的，迄就较无健康。这个食食的问题，我嘛会伫咧课程当中甲因讲。卫生局表示，嘉义县老人人口比例超过22%，已经是超高龄社会。配合社区开运动营养的课程，要互嘉义县长退休的长辈，会当提升骨头的健康甲生活品质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